眾所周知，老車翻新其實唔單單係做側面嘅翻新，仲有好多項目。今日就嚟同大家講講老車翻新嘅其他外觀項目。第一個，大燈翻新。大燈由於長期暴露係紫外線、酸雨同埋沙石嘅衝擊下，會出現發黃、龜裂、模糊等問題，唔單止影響美觀，仲會導致透光率下降，所以可以通過打磨、拋光、鍍膜呢啲方式幫佢復原。第二個，電導件翻新。電導件氧化主要都係車輛長期停放在外，又或者落雨洗車之後冇及時抹乾水漬，久而久之就會形成氧化唔嚴重嘅電導件。我哋可以通過專用嘅清潔劑，加上純手工拋光進行處理。氧化嚴重或者已經腐蝕到入邊嘅電導件，就要根據材質，然後進行重新翻新處理。第三個，車鈴翻新。車鈴翻新主要包括髒痕修復、變形復原以及翻新噴油。而工藝方面，包括咗拉絲、電鍍等等。